同你感受下。小息啦，好啊，就去邊度？去操場啦。好，行啦。不如去祈禱廣場食嘢。好啊。哎呀，阿年，有冇事啊？去攞急救箱先。哈哈，咁大個人都會跌落地嘅？阿立，你唔可以咁樣話阿念噶，你應該要多啲同理心，感受一下佢而家嘅狀況。對唔住阿念，我頭先呢唔應該笑你噶，你應該冇整親啊。我冇事啊，多謝你。阿紀，多謝你啊，教識我咩叫做同理心啊。唔使客氣，只要多一點心同感受，就多一點同理心待人。